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38年前，为到发展科技产业，新竹县主动权由400人公顷嘅土地本年划作新竹科学园区第3期工业用地二天地，其中还有800公頃嘅天丘係本年划落去。采地嘅農民透過控制嘅動作擺，涵蓋采地嘅水、老田亦都自然唔難。民國84年。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出決定每件受理。民國89年步行竟然係准放棄徵收，不過新竹縣政府還係唔放棄呢地土地。今年5月20日，除了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第10期計劃，改造邊建主動權工業園開發權地區第10期主要計劃，展開了2章嘅公開展覽。韓年6月初二間呢幾項嘅說明會，當地嘅農民還有環保團體都徛嚟跑步跳去抗議，唔是講也容易係暫時開發嘅。先同大家共下來看啊，呢幾件事情嘅討論媒體。污染不要來，污染不要來，良田留後代，良田留後代，水源不在，水源不在，良田不在。泰山經限定抗議嘅口號，6月初2公開展覽說明會還未開始以前，就有農民同環保團體來跑步跳，啲非常多杯反對也紅開發。所謂的梅雨季已經幾乎消失了，在一個沒有梅雨的梅雨季裡面，我們還要毀壞我們的良田嗎？我們還要毀壞我們的良田嗎？農田應當它是來種植我們的糧食。應當種植我們的糧食，而不是拿來蓋工廠，而不是拿來蓋房。請問一下，上游的地方就蓋了工廠，你下游的農民要怎麼種田？今天不單單是我們產銷班的命運，而是涉及到整個新竹縣下游就不能種田。你知道新竹市還有農民，這些農民到底要種什麼？這個水要怎麼護下來，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情。拒絕圈地開發，拒絕圈地開發。非常多杯亂草草尾，非常多空下卡氣江面唔高，現正也紅嘅話總面積有453公頃，範圍廣泛。故數大部分嘅土地權益都來到現場談，韓國表示意見。年輕人去工廠上班，1個月、2個月的收入等於1年的農耕的收入。你希望你的子孫永遠耕田嗎？為我們的子孫創造一個能夠安家、能夠樂業、能夠就近就業的環境，弄上好不好？那我們只要據之有理，讓未來我們的竹東更繁榮，為我們的地土、為我們的下一代創造好的未來。我們支持縣政府這些，好不好？有人夢定做動作為有下卡好嘅發展，故所支持開發，不過沒有人反對。啲公開展覽說明會結合到一般家下，結合設備土地所有權益起來，條南紅湯定步跳，行過來跑步跳，表達訴求。那我們園區3期已經消滅了，就沒有工研院附近的都市計劃。如果要搞竹東外湖里的都市計劃，好好規劃。農業區要保留糧食，住宅區亂搞，學校也不夠，這什麼規劃？這個全力留下來是好的老輩，我們歡迎看到竹東是我們這一塊的，對不對？加油！全面解編，全面解編，全面解編。一到農民泰山經險講愛改變，係認真啲民國70年天出新竹科學園區第10期主要計劃過後，民國76年延期3期做用地嘅岸邊建。不過民國84年竹科管理局建議無愛再過整數3期用地。民國89年行政院核准3期用地放棄整數，同計劃北本新竹縣政府來辦理。一直到107年，日方計劃要再過重新啟動，韓國改名做邊建竹東鎮工研院開復權地區第10期主要計劃。結合10年前，
必定会开发做可三期，移动农地都本政府或做工业用地，一下使用方有移动嘅限制，也无受到保障。主管掠土地的，咱去3期掠是别人甲的土地的，系政府系县政府，所以县政府2084年扩展去是放弃，俺冇扩展去的，佢县政府年年唔变。唔拿变转，安尼农地本来你还系工业地，老你年年地啊，所以安尼要求去玩安尼农地，玩安尼农民，不管系大屋也好，第二间屋也好，就係分地、3分地是甲也好，是玩安尼，所以要求改变。我们国内的土地使用管制就大概是分2种，就一个都市计划跟非都市土地。那非都市土地才有叫做解编，但是都市计划就没有叫做解编。都市计划只有叫做调整成其他使用分区，就是内政部的时候又行一个公文来说，以后这个通盘检讨就是由地方政府好来适时的检讨啊其他的一个使用分区的一个适当性。竹科3期这个案子2000年的时候，就是整个的科学园区管理局其实就已经明文回复说这里没有开发需求了。那当初的要求是说要回到就是县市政府或省政府，然后去变更回原分区。那因为这个案子本来是省政府，那后来转手到县政府这边，那等于是县政府其实应该要赶快做的事情是变更回原分区。竹科基金放弃使用鸦片土地，县政府3年放弃。实施到反对嘅地主同长期关心农业嘅立委就认为，也向重新启动嘅计划是可以到爱开发土地。都是所谓的换汤不换药，它的根本就是要抢这一块大饼。这块大饼是老农民的，为什么现场有很多的年轻人？我坦白讲，工业园区公告之后有没有去买这块土地的人？好，那我就很清楚的告诉各位，大概就是投资客吧。今天这样子的开发案会不会成为科技厂商的进驻？事实上是没有的，事实上是没有的。那所以说，就好比过去在大埔的时候，苗栗县政府也先生群创啊，后来群创不来的时候，他说台积电要用地啊，结果群创也没有来，台积电有没有来啊？那根本就是他开发的过程的宣传手段而已。这个特定区计划已经没有它存在的一个正当性。也就是当初规划这个特定区计划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也就是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需要这个土地，牧地事业主管机关已经不需要这块土地了。那这个特定区计划它的存在已经缺乏它的正当性跟合理性。当然，这个部分就是说不完全是说否科学园区，因为其实我们新竹县整个的大新竹地区的制造业其实也都是蛮蓬勃的。那这个部分呢，等于是说呼应行政院就是院长他针对这个缺水电工地人的这个部分，缺地的部分呢，其实正好我们新竹县本来在规划这一个科学园区，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工研院西部计划的一个范围里面，正好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环境。关地农民，立即解编，面对各界无肯用嘅意见，县政府表示，除喺2月初嘅书面会以外，未会开放俾民众随时反映意见。我们公开展览结束之后，我们会先召开县的专案小组，专案小组开完之后呢，才会提大会。那县的层级大会，假设大会审议完毕之后，还要送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所以它是2审2级制。好，还要到内政部，也就是说，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民众有任何的意见，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时候都可以来做一个表达。公开展览书面会对5月24日今日起始，连登展览1整日。另外，公开展览结束过後，會同民眾嘅反映整理起來，送到研讀會去俾參考。運信會喺8月內開審議會議，韓國透過內政部嘅審查，坦白有可能會在各區書面會也係公聽會，來聽客家獨嘅意見。